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3月17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今仔日早起，咱要先赶紧来关心南非外交部伫咧无通知咱台湾的情形之下，甲官方网站的名为台北联络代表处降级改做是台北商务办事处。外交部伫第一时间是大声表达抗议，嘛批评南非配合中国来打压台湾。南非外交部已经要求台湾驻南非代表处伫3月底进行搬离开首都，目前双方还阁伫咧协商谈判。不过南非的外交部官网所互人发现，已经把南方的名对驻南非共和国台北联络代表处改做驻南非共和国台北商务办事处，敢若是搁要施加压力，引起大家的注意。尚未达成共识前，再度破坏两国1997年达成的协议，片面在其官方网站更改我住处名称的做法，林佳龙部长已立即指示亚非斯与我国驻南非代表处分别向南非联络办事处及其外交部严正抗议。外交部表达严正的抗议，并且谴责南非配合中国打压台湾，呼吁南非赶紧积极就相关细节跟南方讨论。南非外交部援引联大第2758号决议及一中政策，逼迫我住处搬迁，不仅不合理，无法自圆其说，也令人无法接受。外交部强调，南非政府最近几多遍违反国际规范，已经引起国际社会注意。南非驻美国大使拉苏尔最近也和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列做无受欢迎的人物。有学者讲，最近的紧张局势可能会影响非洲以后跟美国互动的方式。If the US doesn't back down, South Africa may consider some kind of retaliatory action in this regard. Africa can maybe learn from that and begin to rethink its engagement with the US. 媒体分析，这表示南非跟美国政府关系进一步恶化。南非总统府是对美国拒绝南非驻美国大使决定，表示让人感觉遗憾，希望两个国家会当维持外交礼仪。公视新闻综合报道。来看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伫咧2021年的时阵成立，这嘛是欧洲头一个以台湾为名义的代表处。不过，从成立到今，是直直拄着去互改名的风波，包括立陶宛的总统甲总理拢捌提出对名称的疑虑。因为中国嘛对立陶宛实施经济制裁，因为咱国政府这边是积极展开甲立陶宛各种的合作，希望会当建立稳定的关系。自从咱驻立陶宛代表处用台湾号名甲单，常常拄着外界要求改名的挑战。立陶宛总统瑙塞达、准总理帕鲁克斯拢捌讲，这个名是外交错误，引起改名疑虑。那我觉得跟台湾建立这样子的关系，有我们这个台湾代表处的名称，勇于做第一。那我们也一直提醒，然后一直跟立陶宛人沟通，就这个是对的方向，你们是非常有远见的，然后我们也一起努力走了这么远，我们要继续走下去。因为立陶宛准台湾作为代表处的名，中国对立陶宛实施经济制裁。2021年12月，立陶宛对中国的出口降91.2%，不过立陶宛并无屈服压力，积极开拓其他的市场，并且得到来自欧盟和其他国家的支持。其实中国经济胁迫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当然，他们很努力的挺过来了。那中间当然有很多各国的协助，还有他们自己的一些自救的机制哦，怎样去分散这个风险。立陶宛也动作也很快，马上去 WTO 提告。2023年，台湾伫立陶宛206个贸易伙伴内面，贸易额排第58位。立陶宛对台湾出口主要是钢化、化工加食品，进口台湾的商品主要是机械设备、运输工具。自疫情时代自然外交，到即马台日双方伫咧海运、科技、文化、教育等层面有几多项合作。疫情之后开始就有送口罩、送疫苗的友好的一些往来，那再加上后来我们还有
开设了我们的第一个以台湾为名的代表处。那接下来之后还有很多的经济贸易方面的合作、文化的合作。无论是毋是改名，这种代表台湾甲立陶宛的关系重要的突破，也让国际社会看到两个国家应对中国外交压力的韧性。公视新闻刘玉婷，立陶宛采访报道。有一个中国配偶，伊伫咧社群平台宣传统战台湾的影片，去互移民署废止伊移请居留，伊伫咧10天内离开台湾。了后，这个中国配偶伊就发影片。讲伊会当留伫咧台湾的时间，为本地6个月变做是10天内爱离开。不过移民署这边是讲，自头到尾都是10天以内。嘛强调讲3月20日之前，伊若无离开台湾，会甲伊强制赶出境。经由部地区舞台剧，移民署向大卡新住民及外省宣导新住民基本法，欢迎融入台湾社会。不过最近因为新老的对中国寄来台湾的爷爷，经由社群平台宣传台湾回归统战的影片，遭到移民署废止居留许可。10天内底爱离开台湾，伊也上传上新的影片，讲到离开台湾的心声，也讲到伊的困境也个不满。原本移民署告诉我。因为我有孩子处于人道主义，让我收到废止居留证公文后去找他们，可以在台湾停留6个月陪孩子。现在有一个新的决定，要求我在10日之内离境。对此，移民署强调，约谈了后认定爷爷涉嫌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这规定，依法废止居留许可，10天内底爱离境。处理的立场甲原则从来无改变。留女鼓吹武统言论的行为，引发社会高度的不安，有危害国家安全及社会安定之余，留女必须遵守限期离境的命令。由于照规定，离时应该是爷爷离境最后期限。移民署也搁再讲到，爷爷鼓吹武统的行为有危害国家安全、社会安定的疑虑，到时若无爱离境，会执行强制出境。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接来咱做回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各地受到强烈大陆冷气团的影响，天气是真冷。本岛的上低温是出现伫咧新北的5股，干那9.6度。咱来看分图。气象署针对苗栗以北、甲宜兰等8个县市发布低温的特报，尤其是新北、桃园、新竹县、苗栗、宜兰是柑仔色的灯号，可能会有持续10度，或者是会到10度以下。若上悬的时间是今仔日暗时一直到明仔载透早。雨量方面，今仔日敢若有东半部甲西半部的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雨。拜四的时阵，各地会豆豆回温，水气嘛会减少。到拜六礼拜，各地拢是侪云到好天的天气。另外，3000公尺以上的关山、北部甲东北部2000公尺山区的温度，因为水气有够，今仔日可能会落雪。有关交通的消息，咱要来看伫咧高雄五福的圆环，有一个日本游客，伊明明是行伫咧人行道的，不过却是常常去互一台箱仔车撞到，弄一个是真严重。现此时人还阁伫咧加护病房的。若即个赛车刚弄到的民众，伊并无食酒。若这事故是安怎发生的？警察还在调查。61岁日本籍的女游客，行伫高雄五福圆环内边的人行道，一台箱仔车煞失控，冲至人行道将弄飞。立即回交通的警察赶紧将车砸落来。调查73岁姓张的老先生无酒后赛车，技术是操作无细致。行经该路口时，疑似操作不慎，车辆失控。迎面冲撞上对向中华路北向南人行道上之妇人。伫现场，日本籍游客雨伞压伫原地，人伫甲护病房观察，为要互民众免搁坐五福圆环外宽过车路，高雄市府去年对圆环改造，搁伫内边规划人行空间，在路线少做进车道区隔，想要讲意外发生车祸。事故发生数呢减少了21.7%，也提升了该路口的安全。那至于这一次中华五福圆环的肇事，从影像的资料来看呢，主要肇事原因还是在于驾驶人他的驾驶操作的不当所致。交通局表示，圆环改造了后，事故发生的数量已经降低21%，暗过要人甲民代认为，估计人车路沿桥因为失水这因素，互驾驶较歹辨识行人空间有改善的所在。它是黄黑的界限，所以全黄色会比较明显。你在这种弯站不遵守交通时，还是会撞到啊。
民众看法无同，暗过拢认为上根本也是要遵守交通规则。详细事故原因，警方要来调查，高市府是咧研究是毋是改善护栏，来确保过路人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伫台中有一个负责人，伊带因查某囝去商场踅街，毋过却雄雄去互警察带转去派出所。原来是这个商场的保全报案，讲有人客破坏因翕相的机台。结果一个调查落，确认是这个机台受到器，并无人去破坏。因那当事人伊是指控讲，警察未经未确认事实，就甲因母仔囝带转去派出所，害这囡仔是惊一个，嘛造成伊心理的创伤。关警甲商场保全到商店街啊，将魏小姐保留3人查落来，因为保全通报警方表示，细汉查某囡仔疑似破坏拍贴机的行为。拍贴机，就是我们有进入拍贴机，也有拍到1次，所以我们这是我们3个其中1个吗？对。不过好奇围观的人愈来愈多，关警只好请3人去边的派出所了解情形。代志发生在15日下晡1点左右，警方接到商场保全报案，内底拍贴机机台疑似被破坏，马上伫保全传令之下，将这个母女查掉咧，互因承受真大惊吓。你要告知我发生什么事情，对，然后你要让我知道你们真的确定是警察是好人。魏小姐报办表示，迄时阵互5个警察围调咧，带电警局了后，就是半点钟，互甲囡仔身心受真大压力。警方也派人重新检视机台，确认只是机器雄雄被叮当，无被破坏。我们以为说正常情况，如果说开着拍照，他应该就会说啊，让我来拍拍看，就没有，他就一直往下，就是一直只看到他的头而已。所以我们就打电话请他们现场的人去看看，说机台是不是有没有被破坏什么，请他们确认这样。设备人员表示，因讲迄一日透过远端看到安尼情形了后，甲商场反映，讲请保全看设备是毋是有被破坏，想要到保全直接报警。商场也声明会失咧，不过警方的处理态度也是引起未遂争议。在确认未明等人无钱以后，即让当事人离去，并返回侦办报案人诬告。警方接受店家报案，到场对民众为盘查是合法的。但是当他发现是妈妈带着孩子，警察不宜要求妈妈带着孩子到警察局去做笔录。警方表示，当天是3个关警加2个训练生到场，不过考虑商场人多，为避免影响当事人权益，才请因先离开现场。魏小姐是认为身心受创，要用司法争取家己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所来咱做伙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陆委会主委邱水正表示，会调查台湾艺人敢是有领中国的身份证，然后发现会随替这艺人换身份，还佫予艺人利用台湾人的身份，摕错误的信息来影响正人的想法，或者是散布统战台湾的言论。来看中国时报，咱国经济部采购时阵表示，后个月就要伫咧日本大阪举行的2025年世界博览会。台湾馆要透过智慧科技甲数位应用，向世界来发出邀请。根据日本共同社昨昏的报道，日本的国务省已经向台湾提出要求，2025世界博览会台湾馆应该是民间企业来参加展览，而且佫进一步讲，因为台湾甲日本并无邦交，进前的新闻稿可能会去互误会台湾是要以政府的身份来参加。过来看联合报。经济部会伫咧这个月月底举行电价的审议会，讨论4月份新的电钱的计销。按算整体电价平均会起差不多6%，若人家厝甲细间的店头是起佫较侪，是起11%至33%。民生的消息，咱要来关心，咱台湾的水钱是已经31年无起啊。台水按算伫咧这个月向经济部提出检讨的报告。因为即马因卖一度的水就会了2.45块，而且去年算的是亏损42亿。那安尼未来水钱敢会调整咧？要来讨论。台湾水价前年无调整，行政院长杜英台今年已经对外呼吁，按全面面对合理的水价。俊台水有价伫这个月底提出水价检讨报告，因为即阵每卖1度的水就了台票2.4块5。这个折旧摊期包括利息的支出，这几年其实占我们亏损的部分，其实是占蛮大一部分。目前还是在台水的内部当中，其次当然就是开源节流。
现台湾水价分做4段，第一段10度以下，1度7块3角5。为着袂影响一般民生用水，听讲第一段无调整，第二段11到30度，1度是9块4角5；第三段31到50度，1度是11块5角5；第四段51度以上，1度是12.075。传出第2到第4段的水价有可能调整，不过台水公司回应具体方案也未正式提出，等待开会讨论。这是说国内毋拿水价受到注意，为了解决台湾电力的问题，警察部长郭志辉去年提出对菲律宾种电转来台湾的想法，这报告出来了。敢若经由电池船送电，1度成本是5块半。业界认为讲菲律宾本身就欠电，是毋是也有假电力输送到台湾？过来是台湾甲菲律宾电价有差，菲国工业甲自付用电1度大约是4块到6块，真来用1度4块介绍卖互台湾，最后要考虑地缘政治风险。目前为止，全世界这种深层海底的这个电缆的技术都还没有到位嘛？那还没有到位，你真正它能够商业使用的时间到底是在什么时候？我们现在不确定。经济部讲，境外绿电输送转来台湾，目标计设1度4块有可行性，会定期召开协商会议，也会就海底地形也是海底电线铺设这议题，请教国内外专家来稳定区域供电。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咱台湾的劳工敢要是过劳咧？根据劳动部的统计，台湾去年的总工时有甲2030点钟左右，是连续第4年持续咧加悬。劳团就呼吁劳动部，都要先改善薪水少甲工课场的劳动条件，唔通互劳工伫咧下班了后，搁要去捡其他的头路。劳动部统计2024年年总工时达到2030.4点钟，已经是第4年连续增加。劳团并表示，台湾是过劳之岛，欠工时就靠。从1周48小时，双周84到一例一休这样的一个缩短工时的趋势，理论上台湾年总工时应该要下降才对啊。那显然台湾的劳工到目前为止还必须用加班来换得更高的这个报酬，改善这个低薪的问题以及增加劳工可支配的这样的一个休假也就是譬如说特休假都是个方向。根据统计，2021年因为实施3批警戒，包含正常甲加班的年总工时减少到史上上低1999.2点钟。不过，即马产业复苏，2022年、2023年甲2024年工时也一直增加。2024年佫达到2030.4点钟，甚至比疫情之前2019年2015.6点钟要佫较悬。他在旺季的时候就叫员工加班，只给你补休。淡季之中呢，难免会有一些差单，你要补休，他也不会让你补。现在劳动部有个声音说，那我们可以把那个特休假提高。可是你知道，台湾的企业平均大概13年就阵亡了，特休假能30天的并不多。不管政府无顾劳工权益，劳团认为因为低薪水、甲劳动条件歹这个问题，互即卖劳工转职率悬，劳工院主无法度立即。甲增加特休比起来，应该用增加固定假日来思考。如果回到全时工作来对比的话，那我们大概全时工作者的1周平均工时大概是41小时左右。那比起日本、韩国的42小时、43小时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都还是比他们还是好一点的。固定假日上班，劳工也领上薪水。劳动部表示，各类劳工需求应该兼顾一致性甲公平性，佮尊重主管机关内政部的意见。内政部是认为，放假日节奏影响真大，应该是国家整体利益综合评估，做上适当的规范。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国际消息，咱要来看伫咧重大伤亡的意外。伫咧澳洲的巴尼干半岛一个国家叫做北马其顿。伫当地时间16透早的时阵，有一间表演场所发生火灾，造成至少59个人死亡，155个人受伤。根据了解，事当时有差不多500个人来参加一场演唱会。初步调查，这间店并无合法营业的执照，而且当局嘛已经对4个人发布逮捕令。嘻哈相连团体 DNK 正伫咧台顶演唱，舞台这个时阵喷烟火，对外面倒屏顶头看到天棚开始烧起来，尾啊火就开始摊开，有人用砖头啊比顶头大声喝休。
英国广播公司 BBC 比对火灾发生迄当阵的影片，有人想要拍火，不过现场也是人真多，有一个人敢若是无离开，徛伫咧现場看人拍火。Имаше пожар и сите наеднъж почнаха да викат излавайте, бегайте, нели? А само еден излезе. Така да сите почнаха да се бутат и аз бев кај излизо, близко, ама некако ме буднааме на земјата и не можев едноставно, не можев. 火炭正紧，真侪人看办事唔对，想要走时阵已经袂化。这场夜店大火造成重大死伤，死者年纪伫咧14到24岁之间，受伤的人内面有人情形真危险。官员讲，这款死亡根本就无必要。现场初步通报是有1500人，不过当局要定性差不多是500人，而且这间夜店无执照，是非法营业。И ова лиценца, како и многу други работи во минатото во Македонија е поврзана со мито и корупција. Распишана е централна потерница за 4 лица. 初步的报告，导火原因是冲天式的烟火喷到天棚，因那天棚的材料阁是正够多的。当局讲，正伫咧甲检调单位也有经济部合作，查出这间夜店的资料，也有相关人员。政府宣布全国挨度7天，会开紧急会议调查加追究相关的责任。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因为伫美国的中南部受到天灾损伤，情形是不了严重。伫密苏里州甲阿肯色州出现假烈风，至少14个人无命。伫德州因为山顶坡造成38台车烧亡，有3个人死亡。因为伫奥克拉荷马州这边火烧山的情形是真激烈，目前已经有12个军进入紧急状态。车看板互吹到一半，吊伫空中，各建筑铁坑、铁皮落伫停车场，严重变形。美国中部甲南部伫当地10时受到强烈风山顶坡袭击。当地统计规暗接到通报，至少发生26个强烈风，超过20万户停电。密苏里州发生几来个强烈风，跟路变甲，造成至少10个人死亡，真侪人受伤，互其民心惊惊。It looks pretty extensive. The roof's blown off of it. Everything around it here is really bad. The trailer park up the street had fatalities. 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强烈的低气压和风暴规模、强度甲范围拢真大。当地10时暗时，密苏里州、阿肯色州、伊利诺州甲密西西比州拢有强烈风发生。德州是发生山顶坡，造成38台车烧亡，3个人死亡。同时阵，警方嘛予南部的奥克拉荷马州发生超过150台野火，数千栋的建筑停电，居民被逼疏散。州长阁宣布12个郡进入紧急状态。What we know right now is there's about 170,000 acres that were burned, and forestry is up flying right now to kind of get the exact number. We have last night I had a report of about 293 homes/structures that were destroyed. 公共暴雨甲野火同时阵发生，国家气象局预估，强烈低气压系统会向东边线继续增强。暂时，密西西比州甲阿拉巴马州的部分地区已经发布上悬的5级强烈风警报。预估路易斯安那州甲乔治亚州嘛出现更较侪强烈风灾情。公司新闻台是唐平一。来看美国总统川普下令对也门叛军青年运动发动大规模的空袭。经过青年运动，卖国攻击伫咧红海的船啊，若无这效果是不堪设想。因那这美军的空袭嘛，造成也门至少31个人死亡。一架战机为航空母舰出发，要去执行美国总统川普的攻击命令。川普15号伫家己的社群媒体真实社群发文宣布，已经下令美军对也门叛军青年运动发动军事行动。美军接到命令了后，又拄着问候航空母舰甲核动力舰舰乔治亚号动员战机空袭，佮发动军舰的飞弹攻击，造成青年运动控制首都沙那北部一个客家区甲机场周围是庆祝浓烟。青年运动的大本营之一西北部城市萨达嘛受到攻击，两个所在都有民众死伤。青年运动经营的电视台嘛宣布状况。مشاهدينا الاعزاء شن العدوان الامريكي البريطاني غارات استهدفت حيا سكنيا في مديريه شعوب شمال العاصمه صنعاء وافادت مصادر للمسيره عن ارتقاء شهداء وجرحى وان الطواقم الطبيه لا تزال تتعامل مع الوضع فيما يتم انتشال بعض الجرحى من تحت الانقاض.
川普捌伫今年登去白宫了后，甲也门反恐军青年运动列作外国恐怖组织。外国媒体路透社报道，即届发动攻击，川普甲国务卿卢比欧、国安顾问瓦尔兹拢伫控制中心看。川普伫正式社群的发文指出，青年运动伫伊朗的帮助之下，攻击美军甲盟友伫红海的船只，造成美国甲全球经济重大损失，要求马上放弃攻击，若无会用压倒性的致命武力，互叛军看到地角的好降临。若无美国会追究所谓责任，这嘛是川普第二任总统任期伫中东展开的上大规模行动。我是新闻台是童炳玉。今仔日国际上又有啥物大代志？带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对也门的青年运动发动空袭，要来捍卫重要航道船仔的安全。不过，青年运动是出声反击，讲因素来要锁定攻击伫咧红海的美国航艦打击群，发射18粒的飞弹，出动1架无人机。来看美国特使维科夫16日时阵接受 CNN 的访问，表示，美国总统川普按算这礼拜甲罗西亚总统普丁通电话，讨论乌克兰战争结束的方式。伊对两个总统通电话结果是保持正面的看法。那维科夫嘛强调讲，会继续甲乌克兰来接触，也有对话。来关心今年已经88岁天主教教宗方济各，2月14日时阵因为呼吸道感染住院，最近因的病情已经有较稳定。教廷今仔日公布教宗住院接受治疗以来头一张的相片，那相片内底嘛显示伊若像已经会当家己喘气啊。不过，反对讲，要是无讲教宗当时会当出院，干那讲伊复原的情形无讲真紧。今头等下咱国内来看国防部挂名指导，民进党立委柯志佳主办的马拉松比赛已经结束啊。不过这奖杯看落像怪怪，因为去互发现讲，这奖杯的形体竟然是中国军方的步枪，是引起众人的讨论。那主办单位即嘛是赶紧出来回信咧，嘛讲会紧甲奖杯收回来换新的。由民进党立委柯志佳办公室甲红山慢跑协会等单位主办的红山跑山校外野马拉松，为高雄陆军官校起走，活动结束了后，参加人陆续分享得奖的相片。所网友发现奖杯竟然是共军956式步枪的造型。一开始我以为是6步枪啊，当兵是拿这一种做奖牌的单位，可能自己没有注意啦，因为看到台湾很多奖牌都从大陆那边去制造。因为得奖真欢喜的参赛者，知奖杯造型是共军武器，有点仔讲起。不过承认军队脱离伤久，一开始也无注意穿的造型无同。军事用品业者表示，共军步枪带阿伯位甲国军无同，主办单位应该更加谨慎。因为你是要颁给人家的，你要细看。而不是说你大约这样乱过去就好。活动伫官校举办，有真侪民代参加，国防部、陆军司令部甲高市府各挂名指导，所人发现奖杯怪怪，立委柯志佳也赶紧出来回信咧。承办单位疏失，使用非我国军枪支制作奖杯，我已要求立即回收，造成相关单位及民众困扰。向大家道歉。我们只有很简单，就是造型漂亮，不一样的东西这样子。马拉松我跟他加杯亚就拍，这毕竟是我们责任嘛，然后我们就去做更正更新的动作。主办单位回信咧表示，回收个换奖杯，陆军司令部是回应活动历年拢是支援场地为主，必然若是个支援同款的活动，会主动提醒主办单位注意相关的事项。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北市长蒋万安小内阁改组，有6个局处的首长有变动。这一届改组有3个新的女局长，也那发言的团队照拢是1990年代之前的。台北市府讲，希望这届改组会当展现市府新的气象，强化市政的执行力。台北市长蒋万安就任2年多，16宣布小内阁改组，有6局处的首长出现异动，包含劳动局长高宝华卸任，由管团局长王秋东接任。另外，延安33岁媒体人吴翔来接任管团局长，交接北市府上少年的局处首长。现任体育局长王宏翔转任参事，由德平接任，交接北市府头一位女性体育局长。就继续接任青年局长，吴文德接任科委会主委，因为对青年局调任研考会主委。
理。前记者魏文轩担任副发言人。市府团队都应该要更年轻化，也应该有更多女性的声音来加入被听见，让整个团队是更有活力以及更有开创性的。所以其实没有所谓大家在讲的蒋家军，只有台北队。即摆蒋万安小内阁改组有3位女性接下局长担任，发言团队全数由8年级生来担任。北市府讲展现市府新气象，强化市政执行力。这一次观传局局长余翔过去在媒体业累积了丰厚的资历，但年纪还是非常年轻，让台北市的观传局的政策、观光政策能更有创新、突破框架的思考。国民党江委员认为讲，团队少年化、女性阁员比例大幅提升，不过民进党干事批评改组名单一点条理拢无，责任观团局长媒体人有偿计其无相关产业背景，也若世总5月要订电话，体育局长只是临时换人，实在真无好。这个世大运举办最重要的一个角色就是体育局的局长，局长居然也被换掉是不是因为这个前任的王局长在大巨蛋的事件上面都与市府不同调？对民意代表这期汪宏雄的大巨蛋案件，甲市府态度无同款，将换掉。台北市府澄清，汪宏雄完成该大型任务，交予尤德平，计其甲地方合作密切，对着推动运动发展有帮助。记者综合报道。继续要来看，有一个姓王的查甫人，去年12月份，伊驶船啊去金门要入港的时阵，因为船顶放物件的拄啊无法度开开，那像是有改装过用来藏物件的，所以海巡人员想要用电工机来检查。不过，这个查甫人唔但是唔配合，竟然阁甲海巡人员全咧载出海，过程当中双方嘛发生冲突。先不要跳，这样会有危险的。我跟你说，我要掉下去，我要出去，你们听不懂吗？你这条先讲好，你妨碍公务，我跟你讲哦。等一下，你要去哪里？手机先把它扣起来。海巡人员在执行安检时发现异状，王姓船长却强行将我们安检人员再出港，妨碍安检作业。那海巡人员秉持依法行政，坚定执法立场，对于挑衅公权力行为零容忍。出当时安检还未结束，这个姓王的船长雄雄硬甲这个安检人员载出港，一直到顺风区的人员赶紧派船啊去甲抓落来，甲规只船啊压转来。目前专案是以妨害公务罪移送金门地检署来侦办。经过法院的审理，甲这个姓王的查甫人判有期徒刑3个月，会当1颗罚金。在2023年2月时阵，台中丰原高中有一个高中2年的查甫学生，因为受到老师集体霸凌，将其尾伊想袂开行底路。检察院即马公布调查的报告，纠正台中市府督导，也佮有学校的调查拢有疏失。台中市教育局嘛保证会加强督导，因若有教育团体认为讲，就爱检讨申诉甲辅导机制。2023年2月，台中丰原高中一个高2的男学生自杀身亡，起因是被崁仔学校内底包含前主任教官、前学部主任这7名师长，为期4个月集体起诉。随后，虽然相关人员已经受到处分，也过家长对着内心的伤痛，也是无法度来恢复。也若涉案的教官，甚至也牵涉另外一桩性骚扰案件。另外，检察院调查结果也公布指出这个丰原高中无依照规定，在事件发生了后5天内开校事会议，听书有疏失。也另外一桩性骚扰案件，学校也无随即启动校案的通报，甲相关的处理也有待实。台中市教育局更加是或是相关规定甲督导不够。教育局这边也检讨了相关的做法跟机制，未来会针对重大校园案件启动霸凌事件的 SOP， 组成专案群组，严格控管学校的办理进度，来实施相关的重大案件列管督导机制。市府讲，这个事件确实爱检讨，也强化对学校方面的监督，对着重大校园的案件，也提供相关处理的程序来指引。不过，教育团体认为讲，会造成这款的事件，学校内底申诉甲辅导机制，拢要重新来检讨。申诉机制无法畅通的背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学生的辅导嘛。其实我们的辅导室呢，都没有办法很快速或者是很积极的去介入辅导。学辅之间的不合，其实是非常明确的事情，这也是现在校园必须要去处理的。
林本认为，这个事件起因是后来忽视学生的申诉，辅导机制也无发挥功能，也佫有教育局无积极甲无尽到监督责任所造成的。未来除了爱加强学务甲辅导体系合作，主管机关更加是爱善尽督导，这样法度避免相关的代志佫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家福基金会长期甲弱势儿童甲青少年斗相共，昨天举办自强自校表扬的活动。因虽然生活真艰苦，不过要是无劣志，要是坚持咧打拼。总统赖清德嘛有去到现场，甲因鼓励，希望因会当追求因的梦想。哇！伫舞台顶表现真有自信，还佫跳一段棒球三振的舞。因为带领跳舞的这个高中生张安是一个棒球选手，从细汉是阿嬷甲因三个兄弟仔带大汉的，就算生活真艰苦，伫家福基金会帮助之下，也是无放弃伊棒球的梦想，希望未来会当做一个职棒的选手。棒球队有来我们田径队招生，然后想说也对棒球也蛮有兴趣，然后国中就去参加棒球。家福中心也支持我很多，然后也帮我很多。那时候我很困难，然后国小的老师就跟我讲说，你看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什么是家福，到我一个叔叔啦，讲你要不要参加家福，然后他就给我地址，我继续去的。家福基金会长期甲弱势儿童甲青少年斗相共，特别举办自强自校的表扬活动。这届表扬的22个人内底，有15个是单亲家庭的，有的有身障的身份，拢得献出勇敢、坚持向前行的精神。服务处我们其实都会很帮忙，就是希望说，未来可以就多一点结合社区的资源，一起去帮助这些邻里有需要的家庭。基金会一直认为每一个儿童都有这个被公平对待的这个机会，而且享有安全的成长的这样子的一个权利。家福基金会除了感谢包括元大文教基金会等等的企业甲团体协助，支持这弱势儿童甲青少年发挥因的能力。总统赖清德嘛去现场鼓励这个囡仔打拼实现因的梦想。公司新闻台北报道。那讲到咱台湾的文化，布袋戏是真重要的传统艺术之一。3月份的时阵，台北乐戏馆甲法国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合作，伫学校内底办布袋戏的展览，也有体验的活动等等，希望让外国人嘛会当了解咱台湾的布袋戏。伫台顶请红仔用台湾原创的金光布袋戏三甲六日600馆，大概外国人看甲真有趣味。台北乐戏馆馆长亲身示范省大将热场的操作技巧，嘛找济台湾布袋戏红仔来到法国互民众体验。意大利的，还是法国的原本的传统的布袋戏，用手咧表演的这个红仔，因是通常拢无骹，大部分啦，所以因的骹步手路较无像咱台湾会去模仿人会行路方式，比如讲一个小段，一个查某伊行的方式，甲一个老人、甲小生拢无共款。差不多2-3年前开始有一个想法，我要甲布袋戏扣起来吼。细汉的时阵，我就是看布袋戏大汉的，我拢会想讲，因为这个记忆吼，其实拢是留伫我的心内。3月，台北乐戏馆和因那个法国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的台湾老师刘典甲合作举办交流活动。馆长蔡业伟表示，欧洲一寡国家用手艺红仔，因为无骹，所以动作无遮优。伫咧交流现场嘛，引起真侪人的兴趣。刘典甲嘛，互学生亲身参与导览，深入了解台湾布袋戏。伫咧法国巴黎，因那个毋若是有开台语课，即马锻炼台湾的布袋戏，我那是搬来到遮来，要互来参观的民众了解讲，什么是台湾的布袋戏。有学生讲，以前敢若伫校内体验过布袋戏，不过后来来到台湾做交换生的时，亲身感受到布袋戏的水甲音乐性，互伊真难忘。C'est très joli, la musique est très intéressante, les décors sont très beaux, et je trouve que c'est vraiment une super, c'est une très belle culture, et ça représente bien Taïwan. 台北乐戏馆即届除了伫法国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办展览，也有研讨会甲布袋戏体验工作坊，希望互来参与活动的民众了解台湾布袋戏这项艺术迷人的所在。记者卢尚如、林晓凯伫法国巴黎的采访报道。来看台语诗集《方言歌2070》，这是李美清老师伊上新的创作，要带大家来对台语诗想象2070年的时阵，台湾的少年人敢要听有台语呢？这一届伊创作全台语的有声册，希望互更较侪人会当哪听哪看，
哪学台文字。伊用几若款地球话，甲遐个外星人烧酒问，听讲其中一句是“食饱未”。用趣味的声调，甲诗念出来，这是作家也是大师大教授卢美清上新的有声册，或者《风景歌2070》，内容想象着2070充满机器人的世界，歌册人和地球人用一句日常的“食饱未”拍招呼，这么日常的话，说予台湾的少年人听甲雾煞煞。岛上的少年人，大家都咧问，迄啥意思？咱希望咱即摆一定爱拍拼杀，啊，以后较袂像真正有言的安尼，到2070，啊，连太空人拢咧用即句话咧甲你烧酒问，啊，咱煞拢听无。即届卢美清甲时间设伫2070年，主要是要向1970年代台机师零第一，伫咧迄个施行国际政策的年代，向阳老师开始用台机师创作。到2070年100年后，卢美清咧想，到2070年咱台湾的世界会变安怎？咱的武器是毋是已经互正成功啊？抑是已经失传啊？对咱的台语文学史来看，台语诗、台语的诗歌的发展。就是为1970到2070这100年，到底咱对一个遥远的未来来看，现处时的台语文化展，伊到底会行向倒位？这本全台语的有声册内面有卢美清的红赛和因两个后生的配音，伊笑讲后生的声音听起来有淡薄臭奶呆。有时妈妈是妈妈，有时是师啊，做侪时阵是师啊，压责掠公司袂起笑。卢美清希望透过这本册，鼓励更较侪父母来做母语家庭，坚持讲台语，互2070年的台湾是一个讲母语的台语世界。记者戴阿轩、谢桂玲台北报道。台语史看完，咱要来看倒仔伊。台湾历史博物馆有15万件典藏，这个博物馆是特别选出无共时代倒仔伊，毋但是有12生相、清朝时代升官图、甲葫芦文等等，又希望会当透过下时代倒仔伊。用趣味的方式，带民众做伙来了解台湾的历史。所以就有一个俗语叫做“离咋离无照”，就是驴子走了12没有走的意思。导览员解说，这个清朝的倒仔耍葫芦门，顶悬有47种民间故事的吉祥图案。若是伫梨仔的位置捻豆仔捻到12点，行到另外一只梨仔遐，按照规定，就要倒转来原本迄只梨仔的所在。除了清朝的倒仔耍，阁有大家用当记伫大富翁。这是台湾历史博物馆的倒仔耍特点。台湾历史博物馆表示，希望透过展出台湾社会无共时期的倒仔耍，互民众了解无共时代文化背景甲发展。讲希望大家透过这个展览，不管是历史还是地理，还是动物。还是一寡头拄委员有介绍过，遮一寡像我升官图，遮一寡知识，拢会当为这个展览内底有一寡新的学习。台湾历史博物馆表示，对2011年开馆到今，已经收藏大约15万件的典藏，亲像清朝的升官图倒仔耍，伫台湾南部正接咧耍的12生肖牌等等这寡典藏，拢通看到各时代的文化特色、社会价值观。是讲寓教于乐。这个部分按咱这个博物馆的展览，博物馆的展览内底所带出来这个文化意义，互咱这个亲子之间会当来了解咱的文化。这个部分是真重要。文化部表示，这个倒仔耍特点，毋但会当看到台湾社会的生活样态，用趣味的方式带大家行入博物馆，了解珍贵的历史和文化记忆，真有教育意义。目前通去文化部艺农参观倒仔耍特点，对今年6月开始，伫台南的台湾历史博物馆，会使看到珍贵的倒仔耍实体原件展出，到时阵会有体验活动，希望带民众了解台湾倒仔耍的100年变迁。记者张家嘅曾俊佑新北报道。那讲到古早时代相片，一般拢是黑白。若是要变做彩色的，就要把相片摕去翕相馆，用特殊的技术来擦色。伫个家己新港外摆社区，有一间翕相馆，到今还阁有这个手艺。头家讲做这是无暝无日，真辛苦。不过，若看到摕到相片的人，因的笑容，伊就感觉这是一件真有意义的代志。用焊夹甲鉛笔处理底片顶面垃圾的所在，加爱加强的部分了后，用脱色的方式使相片出来上色。这是较早要甲黑白相片转变做彩色的一种方式。
伫嘉义县新港画牌社区这间翕相馆，到当阁保留着这门功夫。早期拢无翕彩色的嘛，即马拢会想讲摕以前的少年较水的相片，摕出来个重新个修复过嘛，互伊变较水的啊。阮这个正名叫做乌白相片，来油彩，伊的过程是足复杂，拢爱经过冲纸、冲底片，慢慢来洗，洗起来了，用心慢慢甲彩画起来。较早的社会要有一张彩色的相片，毋是一件简单的代志。1984年的时阵，老方面就开始摕乌白的相片来油彩，到当彩色的相片已经真普遍。不过，也是有人会摕老相片，或者是地方创新要用的旧相片，请伊斗相共来彩画。做这个地方创生，看到真侪这个旧相片，年代久远吼，已经用要废弃。但是这个老方明先生吼，也当用伊的这个技术，将这个旧相片甲修复。我相信这是对咱地方上这个历史基地的保存吼。伫20年前有接到一个嘛是人起来，像这遮烂的相片。这拢袂忘记，我嘛经过规10天的时间，才甲复原，等伊摕到因子孙看到这个时，有够欢喜的。老方明表示，看到人客摕到相片的表情，伊就感觉这个记忆真有意义。时代进步，相片彩画需求是愈来愈少。伊讲真愿意加这门功夫，希望互记忆甲这个记忆会当继续来保存。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赶快是家己的消息。伫新港的古迹玫瑰堂，伊甲古建筑重新搁再利用。这个月因办夜间的展览，带民众来看这栋建筑伫咧暗时的时阵无同款的特色，嘛希望会当带动新港在地文化体验。民众伫玫瑰堂的入口准备要参加暗时的导览活动。嘉义县新港的县定古迹玫瑰堂，15头摆举办暗时的参观导览，民众毋但会当感受甲日时无同的气氛，玫瑰堂嘛甲附近的店家合作。希望带动新港暗时的文化体验。新港的部分的话，很少有发掘这样子的古迹出来，所以会很想要来了解一下。玫瑰堂伫去年捌伫暗时来举办南管的演奏活动，但是迄当阵只是伫顶斗来听音乐。这届暗时的导览参观，就互民众哪听临界故事，哪感受玫瑰堂伫暗时的建筑空间。因为迄灯光就是安尼嘛，然后有的所在有光，有所在无光，看起来是种浪漫的氛围，对，跟平常你是来看的时候无同。下半年11月，我们预计会是邀请一个大提琴家，然后在我们的玫瑰堂内底拉大提琴和大家或坐或卧，会使自己用自己的步调来去欣赏玫瑰堂。头一届以导览为主的夜间开放，计共超过200人来参加。玫瑰堂表示，目前无固定暗时开放的规划，也是爱配合活动的主题，除了是考虑到服务的品质，嘛是希望袂去影响到附近徛家的暗时生活。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即马海洋的废弃物甲森林生态气候人为破坏问题，一直拢无法度彻底解决。台东大学数位媒体文教产业系学生，因甲海洋的废弃物甲伊正做绘本，还佫有数位的游戏教材，希望学生甲民众会当来了解海洋的废弃物对环境的影响，进一步来保护咱的环境。海沙堡清早会当看到真侪馆仔。还佫毋知为倒位流过来塑胶废弃物，互海沙堡的环境是真垃圾，嘛改变海洋的生态。台东大学数媒系4年的学生，伊用1年的时间，甲捡回来海洋废弃物，甲伊制作实体绘本，而且开发课程实景的数位游戏教材，规套的教具为阅读用看的、用摸的，互读者体验什么是海洋废弃物，嘛了解海洋废弃物带来问题。然后进行扫描之后，他就会请小朋友要实际去触摸这些垃圾。所以他摸了之后，就会有关于这个垃圾的一些介绍，这样我觉得很有意思，而且就是让我们真实的感受到。还有一组学生发现森林气候人为破坏了真严重，因设计一套3D 数位游戏，叫做环境教育数位教学的工具，希望大家透过耍游戏的过程，了解保护森林的重要。宣导一个观念，就是原本的森林的样子是如此美丽，所以我们就不要再污染环境了，这样。台东大学数媒系学生，因开发的环境教育甲社会关怀数位教材的工具，拢总有11组。为这个月16开始，会伫台东市展览，互民众来体验。
5月15日，也搁会去高雄展览馆来展示。公司新闻台东报道。除了海洋以外，即马全球空气污染的情形嘛一直咧恶化。瑞士空气品质的公司上新的报告显示，即马全球敢若有17%的城市空气品质是符合世卫组织的标准，其中南亚甲非洲的空气品质是上歹的。因为美国因为是退出世卫组织，全球各地大使馆未阁提供当地空气品质的数据，因为这嘛致使未来空气品质的监控会变得更加困难。蒙古首都乌兰巴托日头出来，接触过都市顶悬白茫茫的雾色，这毋是啥物浪漫的云海，是严重的空气污染。每年冬天大量烧土炭，提供烧气的高峰期，乌兰巴托的 PM2.5 平均浓度达到世卫组织安全水准的27倍。伊若就算上体育课也挂喙暗，体检已经查出5岁以下囡仔第二大死因。Тэгээ ямарс яагаад өндөрлөг газар зогсон бэ гэхээр энэ чинь агаар сайтай болохоор бид нэр энэ ч байгаад байдаг байхгүй юу. Нодлон бодлон чинь энэ нэг утаа байдгүйс энэ жил бүр амар болсон бүр энэ шиг ингээ битүү утаа. 这年摆空气品质在全球也毋是上海的。瑞士空气品质技术公司 IQL 最近发表全球138国家的监测报告，点名整体空气品质上海5国，分别是查德、孟加拉、巴基斯坦、刚果民主共和国。往名印度只排第5，拢是非洲甲南亚的国家。主要原因是沙拉沙漠的沙尘、烧农地甲粪扫，还有高污染的化石燃料。在全球空气上歹9个都市当中，印度就占6个，第一名就是东北部工业区的哈尼伯特。चादर ढकी रहती थी पूरे शहर के ऊपर, सांस लेने में दिक्कत और गले में खराश, काफ़ी अस्थमा वाले लोगों को दर्दियों को काफ़ी दिक्कत होती थी। 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 PM2.5 浓度是每立方公尺无超过5呼吸。IQL 统计显示，去年敢若17%都市达到这标准。那用国家来讲，敢若7个合格，分别是大洋洲的纽湖、加勒比海巴哈马、巴贝多、格瑞纳达，还有澳洲的爱沙尼亚甲冰岛。So we're seeing that slight improvements are being made. Mostly those are coming though from the very developed countries, right, where you see the transition from combustion engines in transportation to electric vehicles. I think we're seeing some of that, and where we see some of the power generation now switching over to cleaner sources too. 韩国这全球空气品质调查的统计资源也无够全面，亲像非洲每370万人干了一个监测站，实际情形可能更较严重，也有真济发展中国家欠设备。在美国川普政府退出世界卫生组织，不过提供各地大使馆数据了后，情形更较害。It's really devastating because I know of at least 5 countries where the U.S. is providing the only air quality data. 长期受污染的空气会有呼吸系统疾病、阿兹海默症甲真济种癌症。世卫组织估算每年会有700万人死亡。目前全球90%下人口住伫空气品质无合格所在，各国政府要赶紧行动，摆脱化石燃料热能转型，防止森林野火等灾害，减缓地球暖化，同时促进人民的健康。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讲到空气污染，大家拢会想到室外空气歹，不过其实室内嘛会有哦。即马真侪人拢会点有香味的蜡烛，互心情放较轻松咧。不过根据美国的研究显示，蜡烛点倒的时阵，蜡烛内底化学的成分会甲空气结合，造成严重的空气污染，而且这嘛可能会对人体有败害。伫咧一个安静的所在点有香味的蜡烛，是真侪人放松心情的方式。不过美国的研究显示，这种蜡烛可能会造成空气污染。People buy fragrance products, and it is because they like certain scents, and their intention is to recreate a scented environment. However, they are not aware that while creating this scented environment, they are also exposing themselves to a heavy dose of air pollution. 美国印第安纳州波多大厦对香味蜡烛做实验，用仪器记录伫咧小时阵空气成分的变化，发现蜡烛氧出物质所产生的香味，甲洗发精、个人卫生用品或者是清洁用品所产生的香味正同。不过蜡烛的香味有真侪活性较悬的化学物质。
甲空气结合了会形成 SOA， 离处有机气溶解，颠倒造成空气污染，也个可能对人体有伤害。We spend 90% of our time in indoor environments. When we introduce fragrance products into our indoor environment, they may linger around much longer than they would in outdoor environment. 研究团队也个测量到，芳味蜡烛伫咧烧的时阵所放出内米微粒的数量，会自6慢慢增加到1万，真惊人。研究团队所落来也个会做实验，研究 SOA 对人体造成多一寡负面的影响。一个影响的程度。公司新闻陈思彤编辑。天气报你知，咱来看今仔日各地温度。北部地区上低11度，上悬13度；中部地区上低11度，上悬17度。南部地区上低13度，上悬21度；东部地区上低11度，上悬18度。咱来看外岛地区8度至17度。还有未来这3日的气象。这波冷气团来的飞到明仔透早是上悬的，提醒乡亲都要穿好少。感谢大家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明仔同这个时间，咱再会。去年观光旅游人次超过2000万，拢是以宗教圣典为主。不过，婚礼的饭店容量不足，交通无利便，游客要变